但市热工局所负责的庇护工场，就是训练也无多到一般职业场所的身心障碍者，培养因一技之长，早一天会当投入就业，改善经济。特别伫疫情过后，每一个社会福利团体都卖力行销，希望校园的努力被社会看见。像我们的坚果塔、凤梨酥，以及我们手工饼干，还有好吃花生包包卷跟牛轧糖，都是充满着台湾的风味。我们希望透过疫情解封之后，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们的庇护的产品。其实他们在跟外面所做的都是一样的好吃，然后也是都是有透过政府的把关，我们都是有安心的验证过后的。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，然后透过2024年一起迎向龙年行大运。在疫情解封之后呢，那我们庇护工厂也必须要得到更多的关注，然后需要得到更多的帮忙。那也希望大众能够一起来支持我们喜憨儿所制作的产品，那共同来响应。那也多多关照喜憨儿，那也多多帮忙喜憨儿的庇护工厂。市府为了让大家知影因的产品甲年节应景的礼盒，会当提早落单。市长委托嘛以教育的单位来宣传代言，同时率先落单，希望大家踊跃预订，感受产品的爱甲幸福感。年是要过的，菜也是要买的，但是如果跟我们庇护工厂订购，那特别意义特别重大哦。那当然，我美食大家都喜欢吃。那我今天特别讲，这些庇护工厂做出来的绝对是水准以上的哦，觉得 CP 值超高。那爱心值爆表 ，CP 值超高，觉得特别好的哦，特别谢谢拜托大家一起来。宣传会中，除了结合庇护工厂的好礼拢互你，经发局嘛提醒会当参加台南购物节的抽奖以及所得，欢迎自用送礼，分享满满幸福。台南新闻军旗采访报道。